过年前，为着要预防税收也是赶工无注意安全，造成劳工的危险，劳动部是启动37天的加强劳检计划，伫咧全国北中南针对工安记录不良的业者来启动劳检。我们也看到它其实会在一些地方容易堆放易燃物，或者是有一些电焊带来的火灾的风险。那尤其它也是一个高楼层的工程，所以它的风险确实可能比一般的工程都来得高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选择到大家今天所处的这个工地的原因。检查只是手段，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希望能够让劳工的安全得到真正的保护。劳动部长洪胜汉亲身带队去劳检，呼吁各行业唔通为着要赶工就无顾安全。事业单位应该加强落实各项防灾机制。假使违反劳基法，上当会当罚100万；因若是违反着职安法，各项问题上济拢会当罚30万。而且若真正虽有危险的，就会下令爱停工。